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係一所基督教嘅幼稚園，自1983年開辦至今已經有30年嘅歷史。博康幼稚園係一所兌現學券制而非牟利嘅幼稚園，以基督嘅愛培育幼兒，為唔同社會階層同埋需要嘅兒童提供一個平等優質嘅教育服務，讓兒童感受到愛、尊重同埋獲得愉快嘅學習經驗。本園位於沙田博康村博文樓地下，交通網絡完善，鄰近沙田圍馬鐵站、巴士站及小巴站，可以乘搭唔同嘅交通工具會校。校方亦會安排校車接送幼兒上學，為讓幼兒愉快學習，本園營造咗一個安全而舒適嘅環境。本園亦會提供6個獨立嘅課室，除課室外，仲有電腦室、圖書閣、娃娃閣、單車場及活動場所。校園外亦有一個大型嘅遊玩場所，可以提供俾幼兒進行體能活動及大肌肉嘅訓練遊戲等，實係一所全面提供俾幼兒學習嘅校園。本校擁有一班具有教育使命、富教學經驗、已受專業訓練嘅基督徒教師隊伍，更聘請咗優質嘅外籍英語老師，每日教授各級嘅英語課程，而專業嘅普通話老師則教授普通話。另外，仲有一位園牧等。我哋嘅教學係依據教育局嘅指引而制定，以故事綜合教學法嚟到做我哋嘅核心課程。喺故事綜合教學裏面，小朋友會學到朗讀故事、故事改編、創作、演繹等等，以提升幼兒嘅聽、講、讀、寫嘅能力。而多元化嘅學習活動，例如數數活動、理解及分析活動、角色扮演、認知遊戲等，藉住美藝嘅活動，提升幼兒創意表達嘅能力、美感及欣賞作品嘅能力。奧福音樂活動幫助幼兒能夠依節奏練把、做律動，而藉住肢體擊拍，感受節奏同埋節拍。而最重要係讓幼兒享受音樂嘅樂趣。外籍英語老師教授英語拼音、英語繪畫等，透過有趣嘅體能遊戲，拉近師生互動嘅關係，並營造咗一個愉快學習英語嘅環境。我哋採用進展性同埋總結性嘅評估方法，持續咁樣幫助兒童學習同埋身心嘅發展。我哋亦都會舉辦一系列多元智能嘅課外活動，例如體能活動方面，我哋會有跆拳道班；美藝方面，會有創意嘅美藝班；語文方面，我哋會有英語嘅遊戲小組；而肢體同埋語言表達方面，我哋有戲劇班同埋舞蹈組；音樂方面，我哋會舉辦奧福嘅音樂班。本園與香港教育學院社區體藝學堂合作，成立咗全港第一隊嘅手中板隊，可以幫助幼兒嘅感官、合作嘅精神及演奏能力。我哋嘅孩子會擁有良好嘅自理能力、感官機能同埋身體嘅活動能力、良好語文溝通及讀寫能力、良好嘅觀察、思考分析同埋解決問題嘅學習能力，能對事物產生好奇，並具探究興趣同埋精神，豐富嘅想像
同埋多元視野嘅創作與審美嘅能力，良好嘅自我形象、自信同埋責任感，正確嘅社交態度同埋品德行為嘅習慣。我哋誠意邀請你哋嘅子女進入呢一個充滿愛同埋愉快學習嘅大家庭。